我要告他！你这句话有点严重，要不要解释一下？凭什么告我们？私闯民宅，侵犯骚扰。你跟物业说你要装修房子，但没有说连着我的房子一起装修。好好看合同第34条，你没有权利这么做，好吗？看在我们同校一场的份上，你要是能够迅速的把这道门给我拆了，我就当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。所以你的意思是让我亲自把门给拆了？没错。休想！看来你是要跟我死磕到底了，是吗？进去。哎，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。唐宇飞，我不想把事情闹大，你也不要太过分。拿去，看一下。你口口声声说这是你的房子，看清楚了没？你的房契上面写的是谁的名字呢？如果你还怀疑这份合约是假的，可以拿你的那份来确认一下。我签合同的时候明明就……房子是我的，2间都是。李小姐，我会自己处理的。段先生，不好意思啊。没事，没事。唐宇飞Yes。OK。李成英是要把我房子给炸了吗？哎，老师真霸气，连招呼都不打。完了！天天赖床，天天迟到，1个月的薪水早就扣光了吧？真不知道他怎么进入康纳的。将来终于要是当他的老板，完蛋了，真的完蛋了。大家都到齐了，好，那我就来宣布今天开会的目的。这阵子我们策展的成果，大家表现的都相当亮眼，先给自己一点掌声。总公司呢也看到了大家的表现都非常的好，但是基于种种的考量之下，公司还是决定接受威震集团的并购。啊，我们康纳呢将转手成为威震集团旗下的一员。下个礼拜新任的总经理就会来了，我希望你们大家都可以打起精神，把自己手上的项目都做好。不管将来被并购之后会有什么样的新气象，我在这边跟大家保证，你们每一个人都会好好的待下去。集团跟总公司一样，对于 TYF 老师3人的联展非常的重视。李晨一，是，这个案子一直都是你在跟进，我希望下周就能够确定成展，并且进一步的投标美术馆明年的策展优先权，当做是给威震集团一个结亲礼，也算是个下马威。我要让他们知道我们康纳的价值在哪里，不管是以前、现在还是未来，都不能小看我，明白吗？明白，我会全力以赴的。很好，立刻成立专案小组，你负责。
是。一凡，你是我们公司最棒的公关人才，所以拉赞助呢，非你莫属。我希望你可以跟陈英好好配合。不好意思，总监，是我无礼。这次的案子我不愿意和李晨英合作，请你另外指派高手。你可以告诉我拒绝任务分派的理由吗？我自认为我在康纳这么多年，没有鞠躬尽瘁也是尽心尽力。可上回在 Rebecca Daltmore 的展，您把光环和功劳全部给李晨英一个人。那我们这些为画展卖命的人，都是傻子吗？对啊，不公平。哈，是觉得我不公平，所以你们的奖金都没有拿到吗？还是该给的假期我都没有给啊？你有没有搞错啊？现在正是我们大家需要团结的时候，你还在那边搞内讧。好啊，你不愿意帮忙是吧？总监，我愿意协助陈英。我才不相信这案子没你就不成了。我也愿意，我也加入。我也加入。还有我。赵子豪，我也愿意协助陈英姐，毕竟这是康纳的大事，大家都是一伙的嘛。不送。一凡，大方你呢？我当然也是协助陈英了。很好，那我们就以这3位老师的联展，拿下美术馆明年的策展优先权。我们要让他们知道，我们康纳的人才是有多优秀，明白吗？明白。李晨英，你来负责。是，谢谢大家，我一定会把3人联展办起来，不会让你们失望的。加油！一凡，都已经8点了，怎么还没下班？这辞呈？你这是干什么？你在康纳拼了这么多年，现在眼看着新买家就要来了，你居然甩摊子走人？反正在你们眼里我就是不如李晨英嘛，那我继续待在这里干嘛？还不如识相点早点走呢。不，一凡，你千万不要这样想。你看，你跟陈爷姐2个人都很优秀啊，你何必处处跟他较劲呢？对不对？再说了，如果认真来说，你从头到脚，从里到外，没有一点输给陈英姐的，我向你保证。哼，好啊，你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，你给我等，你放开我呀！王品佳，我到底犯了什么错？你要这样对我？你没犯错，你错可大了。我身为陈英的小组员，第一，你公然投敌，一凡是我们死对头，你居然这样帮着他；第二，你见色忘友。陈英现在最需要我们的支持，你竟然还说什么啊？还一点都不输给陈英这种鬼话。你脑子有洞是不是啊？我请问你，我到底哪里说错了？陈英姐是我的好伙伴跟好朋友，对啊，可是一凡他也是啊，他只是没有在这个案子上面跟人家合作嘛。你也不想想看，我们到底合作了多少展览呀？再说了，论能力，论眼界，一凡没有一点是输给陈英姐的。我只能说，陈英姐的成功在于她的努力、不放弃，还有她的勤恳。我不能跟你说了。糟糕，该不会……懒猪，这样也能睡得着？这么拼命，回家熬夜工作，
这种化工合成的饮料能喝吗？唐雨菲，连梦里都想着我，你这个人也太……王八蛋！好香的咖啡味儿。再给我来2杯，我要熬夜赶策划。天亮了啊！说好的熬夜赶策划案呢？糟了！你这样嚷嚷也没有用，快去洗脸喝咖啡，至少还有时间进公司弄资料。陶宇飞，你又闯民宅，你这是犯法，懂吗？我们是半斤八两，谁也不要说谁。什么意思啊？我怎么了？闹钟响了不关，打扰邻居，烧水睡着差点酿成火灾，光是这2点我就可以投诉你了。这是我们3个作品的年表，还有各个作品背后的创作故事。我想，这对你策展内容多多少少有帮助。你偷看我资料啊？谁偷看啊？刚好摆在炉子旁边，我帮你把火关掉，顺便看一下而已。谢了。不用谢我，快去买一台咖啡机。那些加工合成饮料对身体不好，少喝一点。突然这么说，是不是很奇怪啊？这让我们措手不及啊！怎么办？是啊。哎，发生什么事啊？哎，刚刚姚一鸣又发布记者会，说 GK 要跟 TYF 合作推出个人展。啊？这代表我们康纳必须取消联展。喂，秦朗。陈姐，找我什么事啊？我找陶宇飞，他人不在家也不在画室，我有非常紧急的事情要找他。可是我现在人不在老师身边，不然等我忙完，我帮你找他好不好？好。听你这么说，姚一鸣的记者会让康纳炸锅了是吧？8成是吧？不知道老板现在……我是说老师了。不知道他打算怎么办？他可是跟康纳签了策展合约的。我想宇飞自有打算吧。不过张应天这个老狐狸还真够狠的，这么快就出了这种招。我们要不要联络一下老师呀？也许他需要帮忙。你也太小瞧他了吧！毕竟你都跟了他这么多年，难道不知道他有他自己的方式吗？更何况，等他开口之后也不迟啊。
哟，什么风把我们的大画家给吹来了？你什么意思？哦，你说记者会啊？怎么了？惹我们大名鼎鼎的 TYF 不开心了是吧？知名画廊经纪人要给我策展，出钱的又是 GK。现在国内外的新闻都发布了，我为什么会不开心呢？那太好了，你是来找我讨论画展细节的是吧？不急，不急，价钱都没定呢，不是吗？我以为这事儿我跟张总说定就好了。那是我的话，最后定价的不是他说了算。看来你对自己的话还真是挺有把握的啊。你应该比我更清楚我的画在市场上的行情，不是吗？那是。您好，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不接电话还关机，一定是做贼心虚。我干嘛要心虚？我做什么贼事？终于出现了你！怎么这么想我啊？非要打我手机打到没电？我有急事找你好吗？喂，大庭广众这么揪着一个男生不太好看，知道吗？事情这么紧急，我根本顾不了这么多。陶宇飞，你要给我个交代。什么交代？你看了姚一鸣的记者会吗？看了。所以你是知情的，对吗？你早就知情，还要给我送咖啡，让我好好策划，分明是在耍我，好吗？我没有必要跟你解释这么多。倒是你，照理说不是应该你求我不要毁约吗？你这说什么话？职场如战场，你应该谢谢我，又给你个机会学习危机处理。什么？郝宇飞真的要违约？啊？什么？哎呀，干嘛呀？哎，总之你先回来再说了。好，拜。怎么了？怎么？陈英姐说什么了？陶老师真的要违约啊？啊，那可惨了！哎呦，什么惨啊？是惨爆了！哎，这李晨英不是兼顾我们 Kona 的重任吗？这下不就完蛋了？哎，你不要说风凉话。我告诉你，我们大家都在同一条船上，联展搞砸对你也没有好处的。喂，我这是关心他哎，干嘛这样？在背后捅李晨英一刀的是 TYF， 不是我哦。哎呦，我太懂这种背后中刀的感觉了。李晨英啊，太可怜了。哎，一凡，那你觉得大家现在应该怎么办？哪里有大家啊？是李晨英要怎么办吧？你们慢慢讨论，我有事先走了，拜拜。这个人呢，真是一逮到机会就在那边落井下石。哎，没有啦，他也不是故意的嘛。哎呦，陈英姐现在一定很苦恼，该怎么办啊？走一步算一步喽，我们在这边着急也没用。没关系，我相信聂总一定会有办法的。李晨英，你先回来再说，别急，心急则乱。好，就这样。陶宇飞，你这样可真不够意思。医生说，做完手术不能碰膝盖，但是要常常按摩小腿以防萎缩。再坚持一会儿。别按了，我累了。医生说要每天按摩20分钟，现在才10分钟呢，我都没喊累，你喊什么累啊？而且大家都还等着你回去呢。大家包括小英吗？家务。来，喝凉的。阿丽，你怎么又来了？对啊，球队现在应该很需要你吧？你怎么过来了？还不都是因为你们俩？队里少了你们俩，感觉好像哪里怪怪的。来，喝果汁。谢谢。比赛怎么样了？开玩笑，有我的3分跟篮板，
那还能不好吗？那是因为我不在，我在了还有你的表现。当然啦，所以你得赶紧恢复，赶快回到球场，杀杀我的威风啊 OK， 等着。来，哎，大哥，来拳头吧。陈英姐，先喝杯水休息一下吧。陈姐，你一定累坏了吧？我帮你按摩一下。哟，看来你不只是会帮伊凡按摩，还会给别人施展一点同事爱呀。你是羡慕还是嫉妒啊？陈英，我们是不是应该想个紧急对策啊？万一陶宇飞真的毁约，我们也好应对啊。唉，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。陈英妹妹，我觉得你这多灾多难的体质真的是老天认证的能人啦。哎，你是在说风凉话还是鼓励啊？同事爱啊，同事爱。我李晨英是绝对不会被打败的。很好，这样的气势就对了。紧急动员，快点！快，拿东西，拿东西。哦，这个一帆跑得还真快。哦，以前怪我太心软，没想到李晨英蹬鼻子上脸的往我头上踩。早就跟你说过了，那个绿茶不简单，你还不防着点儿？轻敌呀！怎么，现在开窍了？你就别再挖苦我了。刚刚我的提议怎么样？我干爹还觉得我在胡闹呢。那是他不清楚，我觉得很好。放心，就这么办吧。好。教练，好球！教练，我们教练团讨论了很久，眼看赛季正在如火如荼的打着，而现在这个时间点也比较关键。我已经问过医生了，我很清楚家武现在的伤势。教练，你的意思该不会是想要……我的意思是，我想让阿丽代替家武成为主力球员。阿丽代替？至于家武的未来，我会积极的跟球队讨论，不会亏待他的。这不行啊，教练！可山，先听我说完。我相信你也很明白，家武很有可能不会再回到球场上，而阿丽现在的实力也超越家武很多了，不是吗？可是这对家武不公平，而且他还在……我还有一件事要告诉你，你是整个球队的经理，不是家武一个人的保姆。从明天开始，你要减少去医院照顾家武的时间。教练，刘可山，就这么定了。来，传给我呀！好球！嘿，这边。再来。不。我先走了。嗯。陈英姐，你也别忙太晚了。哎，子豪一起走。陈一，拜拜，拜拜。等我，等我。怎么还没下班？李晨英，都几点了？你怎么还在办公室啊？早点回去休息。我在赶策划书，还差一点了。
超时工作不是让自己过得更好的方法，赶快回去吧，再晚就没车了。嗯，知道了。啊，好冷啊！是不是空调开太低了？好晕啊！算了，今天先到这儿吧。席老师啊，这酒特好，您试一下啊，谢谢。哎，坐，别那么拘束啊！喝点。一鸣呢，操办了一个画展，展出的就是陶宇飞的画作，目的呢是想拿下美术馆明年的优先策展权。席老师，据我所知，张总已经跟您谈妥替陶宇飞代笔的条件。席老师，您女儿的医药费不用担心，我们会负责到底。只是这个画展马上就要开始了，陶宇飞没有办法持续提供新的画作。所以我们还是希望您能加快速度。我明白，我尽量。哎，谢老师，不能尽量，要全力以赴啊！另外，这件事情我不希望陶宇飞知道，好吗？啊，奇怪啊，今天怎么看什么都是晕的？好晕啊！李晨音，你沮丧到连路都走不好了吗？喂，西长远，来，谢谢。长远，不用担心了。你知道我来找你的目的？詹应天跟姚一鸣找过你吧？他们找你代笔，希望帮我办画展，对吧？
你果然聪明，一眼就看穿了。要是我帮你代笔，你就等于被他们掐住了脖子。没关系，我有办法应付。我知道你女儿的状况，有人帮你支付所有的医药费，干嘛不答应？千万不要对我愧疚，剩下的我来安排。你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啊？竟然要我爽快答应，还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，就不能早点透露，让我知道吗？一定会让你知道，但是这件事越少人知道越好。要想反将一军，一定要有耐心。来，慢走。谢谢，别送了。Hello， 是我，雨飞，帮我把纽约的画作运回上海。我知道了。空了。闹钟响了不关，打扰邻居，烧水睡着差点酿成火灾，光是这2点我就可以投诉你了。不行，不能再给他机会私闯民宅了。怎么回事？该不会又烧什么吧？离世。李晨一，你烧水睡着这个毛病怎么改不了啊？偏偏还敢用一个哑巴壶烧水，你这不等于自杀吗？好烫啊！妈，我难受。妈。不知你现在好不好？是不是还那么的骄傲？一个人抱着猫，在夜里慢跑，就怕被孤单给拥抱。我拿起你送我的外套，不知不觉就走到街角，看着你家的灯开了。备个药这么难吗？感觉也是一种这个傻子，完全不知道怎么照顾自己。
你能不能让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别把事放在心里等发酵。有时候勇敢面对，两个人会过得比较好。原谅我早就知道，就知道，本想要让你先说的，原来知道假装不知道更难熬。退烧了，就说嘛，傻瓜不会生病太久。我怎么睡这儿呢？我有吃药吗？知道了，傻瓜。新老总怎么那么神秘啊？一点消息都没有，不知道长得圆还是扁。连你这个八卦转播站都不知道了，我们怎么会知道？叶总，你也跟着保持神秘啊。那新老总来的话，聂总，你会继续待下来吗？连斩告吹，要怎么跟新来的老总交代？陈英姐，你还好吗？还好，没事。Hello， 秦朗啊，你是新老板的？你猜啊？好了，现在不是开玩笑的时候。秦朗是我的特助，钟玉姐。这个秦朗不是陶宇飞的特助吗？怎么会这样？他应该是跳槽了吧？这位是我们康纳的新老板钟玉女士，大家一起热烈的欢迎她。欢迎新老板，欢迎新老板。我相信在场的大家应该都知道我是谁，所以就省略掉这些繁文缛节吧，直接切入正题。李晨英，是。3位老师的联展是你负责的？是。那现在陶宇飞老师违约赔款也不展了，你有什么解决的方案吗？我会负责任的。我刚说的就是要你负责。我的意思是，怎么负责？不能只是说说而已吧？具体的方案是什么？我会准备具体的方案，但麻烦钟总再给我一点时间。你以为你大学生时间很多啊？看不出我们现在在跟时间赛跑吗？你现在这样讲，对我来说就是风凉话。是钟总，我不是在推卸责任。钟总，身为联展的策展负责窗口，陈英是有责任，但是当时陶宇飞的合同是我议定的，我却遗漏了风险管理这一条。
所以该负全责的人是我。你要用什么身份负责？总监吗？你们一个个说要负责，却没有具体的方案。对我来说，这样的负责就是废话。钟总，事实上那位我问你意见了吗？张应天，是你逼我把这些话拿出来的。不要以为我中了你的计。你今天得到的这些话，我一定会让你付出更大的代价。恭喜你终于出院了。出院能代表什么呀？家务，你不要这么说嘛。医生，今天要出院了，恭喜你。报告我刚才都看过了，都没问题，伤口愈合得很好。医生，你说的太表面了，能说说里面吗？家务，医生都说没事了。可珊，我是一个职业运动员，我必须要了解自己的伤情。你不会连这点都不懂吧？医生，我知道这次跟其他的时候不太一样，我也该出院了，你就跟我说实话吧。好吧，其实我今天也打算告诉你实话的，不说等于是害了你。我不能打球了是吗？你膝盖的新旧伤确实将严重影响到你在球场上的表现，即使开刀也顶多能回归到普通人的水平。但是作为一个职业运动员，如果你硬要回到场上打球，那根本是自杀的行为。我猜到了，我猜到了，我还能干什么呢？那出院后多保重，不要做太激烈的运动。家务，你别担心，这家不行，我们可以再试试别的医院啊，说不定结果不一样呢。不行的话，我们再找别的专家。我会一直陪着你，直到你的腿伤好为止。我收到律师信了，陶宇飞确实违约，违约金的部分由 GK 全额支付，这无疑是给了我们康纳一大巴掌。你说你要负责，你有什么想法吗？我辞职，这就是你负责的方式啊，拍拍屁股走人。都这个时候了，我们就不要说场面话了，这不就是你想要的吗？我没有想让你走啊。自古以来改朝换代，新君王都不会再用前朝旧臣，这个道理我还是懂的。其实我走没有关系，但是我想请你对李晨英手下留情。我不知道你跟他之间到底有什么过节，可是我知道，他是一个可用之才。如果你只是把他当做一颗棋子的话，将来你一定会后悔的。一路顺风。
何秦丽，你现在这是在干什么呀？你还不在状态啊？都什么时候了，还在这给我走神？你忘记邱家武的前车之鉴了吗？啊！不要以为你现在打出点成绩出来，就得意忘形了。教练，一码归一码，阿丽分析是他的事情，为什么非得提家武呢？他山之石，可以攻玉。我为什么会举这个例子？我就是要让你心生警惕，你知道吗？千万不要步上家武的后尘呐！你们都听到了啊？知道了吗？知道。什么步入后尘？受点伤不是很正常的吗？哪个运动员不受伤呀？他受的是小伤吗？啊？更何况他犯的错不只是受伤，还闹出了那个绯闻呢！你就只知道提绯闻，家武为球队立下的功劳少吗？刘可珊，我知道你维护家武，但是我现在不得已用教练的身份把你拉回到这个现实来。一个不懂得珍惜自己的羽毛，不懂得珍惜自己身体的球员，不配在球场上打篮球。教练的意思是，家武得退出球队了吗？阿丽啊，等一下好好打球，不要再给我分心了啊！可珊，你不要生气啊！何秦丽，我还在讲话。球练完了吗？你要离开康纳？我去跟钟总解释一下，联展破局的事情都是我的责任，怎么能让总监你帮我背黑锅呢？这不关你的事。就算联展成功了，我还是要走。为什么？钟玉并购了康纳，不可能不亲自管事。相形之下，我就显得很多余。就算现在不走，到时候也会被架空。与其呢不光彩的被逼走，还不如像现在有尊严的主动离开。那您接下来要去哪里啊？你现在还有心思管我的事啊？我劝你找陶宇飞再好好的谈一谈，就算不能够转还，或许还有补救的机会。如果都没有办法的话，我有一个方法可以告诉你。家武哥，你干嘛？球队已经下了通知了，即日起正式离开球队。啊？那以后不打球，你要干嘛？陶宇飞，你太不负责任了！可恶，陶宇飞，太可恶了你！我劝你找陶宇飞再好好的谈一谈，就算不能够转还，或许还有补救的机会。怨气发泄的差不多，是该找你好好谈谈了。每次你都神出鬼没的吓我，这次该我活我吓吓你。陶宇飞，干嘛？这是你画的？难不成是找代笔？可是这跟你大学时的风格完全不同哎，色彩明亮又鲜艳，用色大胆又活泼。最近画的？最近？你觉得我最近有时间画画吗？这是我在纽约时候画的。哇，你在纽约的时候发生什么好事了？中彩票了，对不对？肯定很大的奖吧？要不然风格怎么会变这么多？不知道你还是个赌徒呢，连中彩票都讲得出来，俗不俗气啊？还学艺术的呢？我只是打个比方而已嘛。不过这幅画真的很好看啊！哎，你当时画这幅画的心情什么样啊？你猜？
我猜啊，我觉得应该跟7年前人亮。学长，我真的太喜欢你这个画作了，我拜托你，请求你，请你不要违约好吗？让康纳，让我李晨一好好的为你策划一场展览，我保证，一定会让你的这些画作让全世界的人好好看见，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。我可能要让你失望了，因为我已经决定让 JK 负责策展了。我相信他们替我策展之后，我这些心血的价值会提高好几倍。你的意思是，将来卖画的价钱会比较高，是吗？没想到你堂堂一个艺术家，竟然这么市侩。没带钥匙。陈一，对不起。我看这幅画的画风，还有用料颜色的年份，我猜啊，这还是你纽约的旧作，对吧？对。于飞啊，公司帮你举办一个这么隆重、这么盛大的一个画展，你为什么不肯拿出新作呢？是不是新作不重要吧？只要没有展过的作品就可以了，不是吗？难道张总觉得我的旧作画得不够好？没有，我就是欣赏你，我才请你到我们公司当总监的。但是，如果你愿意拿出新作，不是更可以让收藏家能够评估你未来的价值吗？张总，我想你应该最清楚了，艺术除了需要时间，更需要的是灵感。还是您把我当成画作量产的普通画家？我绝对没有这个意思，于飞，我是真心期待你能够拿出新作，除非是你不想画，甚至你不能画，你都要告诉我，没问题，这可以解决的，啊？张总，您多虑了，真的。如果画不满意，我们再谈。大家早。早。因为3人联展的事情，所以呢，你们聂总将会负起责任离开康纳。既然我已经并购了康纳，我也不会让我的钱白花。之后，我会亲自带领康纳走向世界的巅峰。好，大家坐吧。李晨英，陶宇飞违约的事情，现在有具体的方案了吗？我去找过陶老师，但是陶老师坚决要把他的画作交给 JK 展出，所以我觉得应该负起责任走人的人是我，而不是聂总监。陈怡，你在说什么呀？陈英姐，你别忘了聂总交代的，你还有2个绘画老师的展览要跟进哎。陈英姐，不要冲动啊，冷静一点，放轻松。哼，这下可好，真省力。我都还没有认真对付李晨英呢，就自己滚蛋了。钟总，这件事要不要我回去和老师商量一下？你要用什么立场啊？公对公，私对私？毕竟我跟老师很多年了。很多年啊？有李晨英久，还是有我久啊？哎，陈英姐，陈英姐，陈英姐，我说让你走了吗？我当然要走啊。何山，你在球队担任经理也好几年了，
好端端的，为什么突然说要离职啊？我不是好端端的突然说要离职。其实球队最近发生这么多事情，我觉得我也有很大的责任。身为球队经理，我却没有把球员顾好，才会发生绯闻事件，影响了整个球队的形象。而且，我更没有把球员的健康顾好，才会让球队失去一个人才。对不起，教练，是我失职了。你是因为家务吧？其实，在球队这么多年了，我觉得我也有些倦怠了，热情一年不如一年，而且我觉得我都没有什么进步，所以，如果找一个比我更有热情、更有冲劲的人来代替球队经理这个位置的话，我觉得对整个球队每一个球员都会更好。谢教练这么多年的照顾，谢教练成全。我看，不管是球队还是球员，都留不住你了。谢谢教练。聂总，虽然你平常在工作上是女魔头，但我知道你严格都是为了求好心切。我们会想你的哟，想你哦。想必你在我背后没少偷骂过我吧？怎么可能啊！聂总，聂总，谢谢你平日的教导，我会想念你，还有你的大力金刚脚的。记住啊，不要再穿拖鞋来上班了。是。聂总，跟你学到了很多，谢谢你。一凡，其实你是很优秀的，就是太心急了。记住，成功没有捷径，脚踏实地才是王道。谢谢聂总的教诲。聂总，对不起。按理来说，我现在是钟玉姐的人，不应该打小报告的。可是陈英姐真的被骂得超惨的。新官上任，难免会对底下人有要求，更何况我在这个时候毁约，一定会让康纳有点风暴。但是你说钟玉针对陈英有点太夸张了，钟玉没那么小心眼的。老师，你到底为什么要突然毁约呀？这样不止陈英姐为难，连刚上任的钟玉姐遇到这种情况也很难处理啊。金朗，你就跟着钟玉，我的事我自己处理。老师，邱家武真的从球队退役了，你知道吗？听说了，好像是脚伤。就算分手了，以陈英姐的个性，一定也不好受，担心难过少不了。你也担心的太多了，去忙你的。是。怎么差这么多飞镖？你也知道陶宇飞这个人说话有多讨厌，我只是找寻一种发泄渠道而已，追求一点心理平衡。你家的装修很有你的风格，好熟悉，又好陌生。看来离开我之后，你过得很好，这样我就放心了。邱家武，说什么话呢？你不做球星，我们就不能做朋友了吗？离开球队就是世界末日了吗？以前那个乐观向上的邱家武去哪儿了？我拜托你振作一点好不好？喂，你这是在骂我？我等这天等了好久了，我突然觉得反而很开心，因为你还在关心我。我一直都很关心你啊，只是说点正经的，虽然说你不做球星了，离开球队了，我也觉得很难过，很可惜。
可是你换一个角度想一想，你又可以重新开启你的第二种人生，不也是一种很好的经历跟机会吗？可是除了打篮球，我什么都不会啊。所以你更要好好学着怎么做一个平凡的人啊。什么意思啊？你以前是高高在上、飞来飞去的球星，而我们这种平凡的人，才知道怎么在地球上去生存。你现在没有了球星的光环，更要学着怎么去做一个平凡的人，在社会上生存，去照顾别人。照顾别人，我好像知道了，你为什么要离开我了。想想过去的7年，不管是你，还是刘可山，还是咱们学校的其他的同学，似乎都有成长，只有我。小音，怎么样？第一天上班还习惯吗？很好。你呢？还是那么忙，怎么有空请我喝咖啡啊？今天是你第一天加入上班族的行列，我当然要问问你喽。跟我在一起一定特别辛苦吧？怎么突然这么问啊？我就是觉得现在咱们俩这样挺好的。我们分手了，我也离开球队了。好像之前都是我在勉强所有的一切。邱家武，你不要说这些泄气的话好吗？没有啊，我没有泄气，我就是突然认清了现实吧。我觉得这样挺好的，我很喜欢这样的新开始。好啊，那我现在呢要给你好好讲一讲。你现在呢要开始做一个正常人，作为资深正常人的我呢，要好好的给你讲一些事情。你知道自己有多少存款，有多少资产吗？我的钱都是刘可山帮我打理的，帮我买的什么基金啊、投资啊什么的，我也不太懂。不行啊，你要问清楚啊。你不相信刘可山？这不是相不相信可山的问题，是你要清楚自己的一切啊，你不能所有的事情都靠可山啊。我听说很多身价很高的篮球明星啊，退役以后没几年就都破产了。谢谢你还关心我呢。不过你答应我，一定要搞清楚自己有多少钱。还有啊，那些奢侈品，还有那些很贵的球鞋，真的不要再买了。你现在挣的每一分钱都很珍贵，知道吗？我答应你。别只顾着说我了，说说你吧。怎么样？还在忙着什么新画展，还是跟陶宇飞啊？不要再提他了，反正我现在也不是很忙，公司算是放我假吧。公司又给你出难题了？我打球的时候遇到对手啊，特别是那种难缠的对手，我就会多退几步，绕过他，然后找出来空当的时机，再出手。绕过他？对，这并不是逃避。也许你退几步，可以得一个3分球。我懂了，谢谢你，家务。好了，午休时间差不多了，我要回去销假上班。注意休息啊。我好像也不是什么都不会啊。上班。你找到新的工作了？对，我要策划一个新的展览，正面跟 GK 对决。对决？现在市场上有哪一个画家市场价值高过 TYF 的？当然有。说下去。失去 TYF 当然可惜。不过，如果我们一直执着在这个点上，我们就看不到整体的大局。你的意思是，我们要绕过 TYF， 退开几步，把眼界放大，
找到一位可以跟 TVF 抗衡的艺术家。我喜欢你的策略，就给你这个机会，让你找到那个人。谢谢老板。你要知道，如果你没有找到的话，你的后果会是什么？如果你这次失败了，在艺术圈，你就没有翻身的机会了。我会办到的。去找到那个艺术家吧。李晨一，这次你一定要投出3分球。啊，好的，陈总，颜色排版确定之后，我们给你发 email 通知啊。啊，好的。这个傻子李晨音到底要干嘛啊？哦，谢谢您的理解，再会。可山，你怎么来了？吃饭吗？吃。你吃慢点儿，没人跟你抢。你怎么不吃啊？我看你吃这么香，我都看饱了。说什么呢？这么多我一个人又吃不完，别浪费了，赶紧吃。好，陪你吃。哎，后来呢？什么后来？房租啊，转账。是这样的，这个事情，中午呢，我那个出了银行，看到了 ATM 机，然后呢，没成功是吧？给你看样东西。这有什么东西啊？转账完成记录啊。你转了？一直都是我转的呀。哎呦，我还以为每个月自动扣呢。哎呀，什么每个月自动扣的呀？你看，你每个月的水费、电费、电话费、房租、杂志，都是我在帮你管理的。自动扣的话，我怎么知道你还剩多少钱？我怎么知道你能存多少钱呢？对了，可是我钱包里没钱了。你确定？要不要再检查一下？哇，不是没钱了吗？怎么又变出来了？我看你啊，没了我的话会饿死。谢谢啊。哇，快吃！这钱包也太神奇了吧，还会自动补钞。可善，我也要一个。这是我专属的，想要自己买去。干嘛动不动就动手欺负我玛利亚？怎么了？他说我兄弟我就动他，怎么了？哼，好像没了你，我的生活一塌糊涂。什么呀？你今天不就好好的吗？不是，我的意思是说，好像没了你。渴了吧？你喝橙汁。多喝点，多喝点。到底哪一位艺术家能跟陶宇飞抗衡呢？学长，学长，学长，学长。什么事？我有急事找你。你这样半夜随随便便闯入男子的公寓，到底想干嘛？而且你可以走这个门。你不是说我可以随时找你吗？这么快忘了？放心，我不会骚扰你的。
我有急事。好，你说什么急事？我有个问题想问你。你说过的，除了你的画以外，我有什么需要帮忙的都可以找你。是我说过。你需要我帮什么？TYF 老师，我想问你啊，你从小到大最敬重的艺术家是谁？欧阳红。欧阳红老师。哎，等一下，你为什么问这个？没事啊。我的问题到此结束了，谢谢学长。喂！啊，不好意思啊。学长晚安。晚安。欧阳红老师，欧阳红老师，欧阳红老师，欧阳红老师啊！太好了，我要找欧阳红老师办展。不对啊，欧阳红老师哪有那么容易办展？上一次就差点没办成。打给聂总。我拜托你一定要继续好好努力，不要因为这次的打击而丧志。我留了一封信给你，当你需要的时候再打开它，就当做是我送给你的离别礼物。现在应该是我最需要的时候了吧？谢谢聂总，谢谢聂总，学长，谢谢学长，谢谢，学长，谢谢。李晨一，你是不是傻啊？要是隔壁住的不是我，你老是这么吵闹，不就被敌人摸清底细了吗？欧阳红，理由是，我已经打听过了，欧阳红老师是陶宇飞最敬重的画家前辈。如果我们能争取到老师的新展的话，公司里子面子就都有了。而且，等一下，你所谓的打听，该不会是从陶宇飞口里问出来的吧？欧阳红，理由是，我已经打听过了，欧阳红老师是陶宇飞最敬重的画家前辈。如果我们能争取到老师的新展的话，公司里子面子上就都有了。而且公司在……你所谓的打听，该不会是从陶宇飞口里问出来的吧？那你有没有想过，陶宇飞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告诉你欧阳红这个名字呢？我想，可能是我设计没有防备的逼问，所以他也没有什么防备吧。你应该是被他设计了吧？不管这些了，就算欧阳红老师是陶宇飞最敬重的前辈，可是康纳半年前才展出欧阳老师的画作，我记得当时声势浩浩荡荡的，对吧？对，当时也是我策划的。那么，相隔这么短的时间，欧阳老师会有这个意愿吗？再说了，一个过了创作巅峰期的前辈画家，现在这个时候会有未展出的新作，可以与即将展出陶宇飞新作的 GK 做抗衡吗？放心吧，钟总，我已经计划好了。好，你去准备召开会议吧。谢谢钟总。
跟你的画近不近似？这是我找西长远画的。我以为我提供的纽约画作都已经够多的了，还需要您花钱花精神找代笔。现在不需要，不代表以后就不需要。这只是生意，你别那么在意。所有的画对张总来说都只是生意吗？还是您对自己，对所有的画家不够信任，只信任代笔？你是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，我只是在想，以父之名是您在画坛的最后一幅画。您在最巅峰的时候退出，去当一个生意人，实在是太可惜了。还是我也可以帮您找代笔。没想到你那么中意我那幅画。这样子吧，我之前的 offer 还是算数的，我就用我那幅以父之名跟您交换您的新作。张总，您好像误会了，我并不需要以父之名。对我来说，这幅画早就在我心里了。陶让跟你是什么关系？陶让？他是您的恩人还是仇人？不然为什么问这个？他跟我什么关系不重要。对张总来说，所有的画家都是可以找代笔的画匠，不是吗？告辞。哼，陶宇飞，你真是不知轻重啊！我能捧你，我就能像当年毁了你父亲一样毁了你。大芬，李晨英要干嘛？李晨英主动跟钟总要求要筹办欧阳红的画展，已经有点眉目了。再这样下去的话，他说不定真的能够反过来压制 JK 版的陶宇飞的画展，将功赎罪哦。他怎么那么像打不死的蟑螂，真想踩死他。不过我现在有点佩服他了。佩服什么啊？李晨英，你给我等着，没那么容易让你如愿。加武，还好吗？周玉姐，组长刚才让我把这些资料弄到企划案里，我不太会。没关系，这个让秘书来做就好了。啊，那你要不要跟我说说你到底会什么？我们从那个方向开始。除了篮球，我就会拍一些广告，还有新闻发布会了。有了，有一个案子一定非常适合你。真的吗？我会好好努力的。阿丽？对啊，就是何群丽，这是我新接的案子。球队现在要把它包装成新的明日之星，也许之后会有一连串的形象包装、活动、访谈之类的。你跟他是好兄弟，你这么了解他，这个案子你一定 OK 的，吧？应该 OK 吧。你要我帮你代笔？对，我看过张应天让你帮我代笔的画，非常相似，所以我想请你画一幅仿画。
我相信你自己也仿得出来。真的需要我吗？仿画毕竟不是什么好事，多一个人知道总是危险的。我有我的理由，你只要答应就好了。张远，我相信你办得到。我已经联系好国外的名医，可以让你的女儿得到更好的治疗。你可以放心了，不用再被张应天和姚一鸣威胁。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谢你才好。但是你要我仿的这幅画是什么画？真的值得你付出这么高代价吗？以父之名，而且画越多越好。老师，我这次来非常有诚意。我在电话里头都说得很清楚了，你们已经办过我的画展了，你干嘛还三番两次的上我家来骚扰我呢？老师，我知道您在忙着创作，但是还是希望您能给我1分钟的时间，让我好好给您讲解一下我们的计划。你有你的计划，可我现在就没兴趣嘛。老师，您看一下这封信。你是什么条件让小聂这么看重你啊？他竟然愿意把我欠他的人情用在你的身上。因为我有一颗比任何人都真诚的心。你怎么来了？难道是来堵我的？没错，我就是来堵你的。你上次没头没脑地问我的时候，我就猜到你肯定是要办欧阳红的画展来跟我抗衡。怎么？怕了？对不起，我只怕过我自己。那你干嘛这么紧张来堵我？难道不是想阻拦我吗？废话少说。啊！我要赶企划书啊！喂！欧阳红。哎呀，如果李晨英真的办成欧阳红的画展，媒体效应很有可能会压过干爹您所推的陶宇飞画展。哎，毕竟干爹您也知道，欧阳红算是个中翘楚呢。我最近真是倒霉呀！没有一件事情顺利的。这个姓陶的小子又不肯配合我，又不听我的话，现在又冒出个欧阳红。好，李晨英，你敢惹我，我就让你在艺术界永无翻身之日。哎呦，干爹啊，你也别生气嘛，这倒不难啊。你只要先用陶宇飞在纽约的画作来拉抬画展的价值，另外我再想个办法打击李晨英，这样反而更能牵制陶宇飞呢。哼哼，你能有什么办法啊？好久没有回学校了，这里的空气还是充满了青春的味道。啊，不对啊，带我回学校干嘛？这里不是我第一次看到你救人的地方吗？不错嘛，
头脑还是很清楚。我们都毕业多久了，还玩这种怀念过去的把戏啊？你是不是老了？现在可是我工作最紧急的时候，你还有闲情逸致带我逛校园，是不是要拖延我的工作进度？你已经有想法了吗？什么想法？是要先逛花园、凉亭，还是湖边绕一圈啊？这些地方都是我以前经常放空的地方。不对，我现在不应该想这些。可是你还是想了，怎么样？很想逛吧？走。没有啊，我要回公司了。哎，我刚刚是要问你对欧阳红的画展有什么想法，结果你答非所问，可见你一点想法都没有。我又不是神仙啊，欧阳红老师才刚答应我，没有想法很正常啊，所以才要回公司想嘛。回公司想得出来吗？不想怎么知道想不出来呢？可是你现在想的只有大学时候的自己，很明显。谁还没有青春啊？不过人都是有自制力的。说了这么多，你到底懂了没有啊？有时候想太多反而会失败。先不要想，把你那些将功赎罪的想法全部都丢掉，才可以办好画展。你说的是初心？我好像从来就没有了解过阿丽啊，什么星座，什么血型，这我哪知道啊？为什么让我包装他呀？我可是他学长啊！就期待下一次下次咱们好麻烦吧？但他天天跟我混，我都不了解他，谁会了解他啊？哎，刘可珊，不行，不能再让可珊帮我了，再让他帮我，我自己都看不过去了。还好。哎，嗨，邱家武，你好，我是新同事刘可珊，请多指教。还记得我们以前一起修董月美的课吗？刚开始上课就给我们留了绳子的作业，想想自己那个时候，好蠢。如果我没有你，我不教授，该怎样继续。我不知道这是什么。如果我没有你，所以我带你来了。这里是你回忆的起点吧？你还记不记得我当时跟你说过，当不了画家，你还可以做什么？可珊，今天我忙还没来得及问你，你好好的经理人不干，你跑这儿上班干什么？你看现在都几点了？你们以前练球也练到这么晚呀？也是，以前不觉得苦，现在倒觉得苦了。我没有要挖苦你的意思。我知道，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。你怎么来这儿上班了？你觉得为什么呢？我想应该是在球团待烦了吧，然后正好这也缺职，还有我这个朋友也在这儿，你就来了呗。就这么简单？不然呢？你就没有想过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……哦，谢谢。你别看那些资料了，跟我走，我们去看活人比较有用。相机带上，走吧。
搞定了，明天拿给钟总看。什么东西要给我看啊？怎么样，钟总？这内容真的太平凡了，而且你看，这个展场设计让欧阳老师的画作变得很没有价值。我刚刚在办公室想了一个 idea， 你看一眼吧。谢谢钟总，我知道该怎么修改了。多加几天班吧。钟玉姐，你那样丢陈英姐的稿子，未免也对她太严厉了吧？不是有句话说，合理的要求是训练，不合理的要求是磨练吗？我对她是训练啊，哪里严厉了？真的很严厉，我是怕她忍耐到了极限，会崩溃的。原来你这么瞧不起李晨英啊！我没有啊，我哪有？听你说的话，我感觉是这样啊。怎么，帮雨飞在保护她？你真的觉得李晨英就只有这样的能耐吗？我就是想要知道她的极限在哪儿。我对她严厉怎么了？如果她连这种压力都承受不了的话，那她干脆转行好了。咖啡再帮我泡一杯，我要黑咖啡，我不要加奶的。我怕时间晚了，你喝黑咖啡会睡不着的。这种自以为是的好意啊，如果当事人不接受怎么办？就像你对李晨英的好意一样。好，我知道了。黑咖啡。什么自以为是的好意啊？这摆明了就是刁难陈英姐还有我。我听到了。好，黑咖啡，黑咖啡。你好，请问您找哪位啊？你好，我从纽约回来找我未婚夫，不过他手机没接，人好像也不在。你未婚夫是？我未婚夫姓陶，陶宇飞，是个画家，你认识吗？你未婚夫是陶宇飞？老师，秦冷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跟你报告陈英姐被盯的惨况啊！我跟你说过，钟玉不会针对陈英的。钟玉姐直接把陈英姐的文件丢在地上，这还不是针对吗？这个太过分了吧！钟玉姐平常是很有修养的人，我看呐，她一定是针对陈英姐。该不会是因为老师您的缘故吧？过去看看。很谢谢你让我进来的，应该的。哎，所以你认识宇飞，你们很熟？他是我学长，我也是搬过来之后才知道，他就住我隔壁。过来坐吧。谢谢。那你跟他真的应该还挺有缘的。也许吧。你知道吗？宇飞虽然是我的未婚夫啊，但其实更是我的偶像。像他这样有才华、外貌又出众的艺术家，在学生时期就应该有很多仰慕者吧？是啊。那你呢？我？你也仰慕他吗？
我懂了，像他这样有才华，又特别有骨气，又特别帅的学长，谁不仰慕？是吧？算是吧。其实，在国外的时候，算是我倒追他的，我就一股脑的往他住的那边送吃的、喝的、用的，然后就把他惹火了，他就把我送的全部都扔出来。结果有一天，我就忍不住了，我就哭着问他说：“为什么你都不肯接受我的帮助啊？”你知道他怎么回答我吗？没有必要为了莫名的自尊而毁了自己的前途，好吗？第一，你没有权利偷看我的隐私；第二，你凭什么自作主张约董艳美出来；第三，我的梦想是我的梦想，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为什么你总是拒绝我帮你呢？我想用我自己的方式面对我自己的人生。他想用他自己的方式面对他的人生。对，那就是你怎么会知道他是这样回答我的？钟玉是不是在公司四处雕？你怎么？好想你哦。走了啊，拜拜，走了，拜拜，拜拜啊，再见啊。好，路上小心。走吧，啊，阿丽，我们先去洗澡了。哎，好好，拜拜，拜拜，争气的光啊。 OK 拜 OK。你们怎么会来啊？天哪，好久不见了。来找你拍照啊？你们在开我玩笑吗？没有，公司呢确实指派我来做你的形象包装。可山刚到公司，自愿跟我一组喽。可山，你坚决辞掉球队经理的工作，不顾我们的死活，就为了追随加5哥。阿丽啊，话不能这么说啊。来，我们先从访谈拍照开始吧。让我这一个专业人士来为这位炙手可热的准明星阿丽拍张存档照。别，很高兴为您服务。哎，别，加5哥，我不会让你服务的。为什么啊？当然不可以啊！你原来是我崇拜的偶像哎。唉，阿丽啊，我现在不是球星了，忘掉过去吧。我现在是劲能运动行销的经理人，我要寻找自己的人生。阿丽，你该不会不支持加5吧？走吧，去找一个好看的地方拍照。走，快点啊！这边这么小，你干嘛要住这里啊？还有那个门，那个小门是怎么回事啊？她不是只是你的学妹吗？还是其实所谓的学妹是小三的意思？请你注意用词，陈音不是那样的女人。再说，我跟你的关系已经不是以前那样了。如果你还在生气的话，你为什么要我替你寄回那些没有发表的画作？不是要和解吗？还是雨飞，你老实跟我说，你是不是还画不出来？原来学长没有新作，是因为画不出来。这是你之前放在我那儿的，我以为你只是一时闹情绪，所以信息不看
电话也不接。事情过了那么久了，你应该消气了吧？好了，你不要生气了嘛，事情都过去了。不是每件事情都是你说过去就可以过去的。你不要这样嘛，我都特地飞来上海找你了。你干嘛？订机票，你明天飞回纽约。明天？我不要。你在这里，我哪里都不去。难道你忘了我当初为什么要离开你吗？我做的所有一切都是为了你。刚刚那个饭局有多重要 ？LVMH 是大中华区的公关长，爱思艺术基金会的执行长，还有华人油画守护者施先生都来了。你知道花了多少时间、多少钱才凑成这个局吗？你就这样给我走掉？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你要我迎合市场，我就调整画风；你要我出席商业活动，我就出席；你要我怎么样，我就怎么样。我有哪一次不配合？你为什么要这样？当那幅被代笔的画高价被卖出去的时候，你知道我什么感觉吗？好像被人出卖一样。那不然你让我怎么样呢？你手现在的状况什么都画不出来，我压力很大，你知不知道？我签约了，如果不这么做的话，我们要付一笔很大的违约金。那就付啊！把所有的画卖掉，房子也卖掉，一切从零开始。我就不相信我办不到。你说的倒是容易，你有没有替我想过？我做的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你，你就不能体谅我的苦心吗？你的苦心，你的苦心把我信仰的一切全毁了。于飞，我们好不容易到了这一步，这点小事就不要去计较了。小事？我不敢相信你说这是小事。当年我爸就是因为这个。你干嘛？你干嘛？放开！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你，陶宇飞。我知道，我们狠狠吵了一架嘛，但不就是吵架，没有那么严重吧？对我来说，不只是严重，而是严肃。严肃，你懂吗？我中文没有那么差，好不好？严肃。I know, but why so serious? 反正我选择离开纽约，就再也不会回去。OK, fine. 你不想回纽约，我明白。要不然，我们先去马尔代夫度假，然后再看之后要去哪里。我哪里都不想去。希腊也不错啊，很凉快，物价又很低。啊，还是回伦敦，你艺术家的朋友都在那边。我说了，我哪里都不想去，我只想留在这里。I see。你在哪里，我就在哪里。这里是我的家，请你住酒店。为什么要分你的我的？你住哪里，我住哪里，很正常啊。我们的关系已经不是过去那样了。从过去到现在，我们的关系一直都一样，既是好朋友、好伙伴，更是要走一辈子的伴侣。不是，全都不是。你为什么听不懂？我们已经结束了。好，我明白了。我让新浪送你去。不用，我没有这么娇贵，这点小事我可以自己处理。
丽琪说她是学长的未婚妻，可是学长又极力否认，两人一见面就吵架。他们俩到底什么关系啊？加五，小英，我跟你说我发现我对这个工作特别有天分。你怎么来了？来找你聊天啊。我跟你说我发现我这个工作并没有那么难，就是把自己当成小学生就行了。在公司当小学生？哎呀，不是这个意思，就是说，把自己所有的东西全部放下，重新来过。本来就是应该这样嘛。我呀，算是资优生吧，加上有可山这个贴身导师帮忙，我相信我很快就可以跳级了。才刚有起色就这么得意啊？别泼冷水行不行啊？我这算是自我鼓励，我们运动员不都这样吗？好啊，那我挺你。喝酒吗？你有买酒？有啊。好啊，为你加油，挺你。来，邱家武加油！加油！我不认为我们的关系变了，戒指在你那儿，就像套在你手上一样。一定要这么执着吗？陈英一定在担心吧？我去跟他解释。等一下，我什么时候需要跟别人解释什么？谁说人生不能重来的？家务你就好好干，做给他们看啊！家务，你一定很累吧？我也是。李晨英，我这个人一向不喜欢解释。嘘，邱家武睡你家，小点声啊你！怕什么？我没有在怕什么，你未婚妻，那你就不能来找我吗？你爱跟什么人搅和，那是你的事。陶宇飞，不许你再擅闯我们家！我要把这道门封起来！你要赔我违约金吗？我宁愿赔违约金，我也要搬家！搬是搬！什么事？既然你的未婚妻已经回来了，那我住在这里，中间又有个小门，被别人误会不太好，我会搬走的。没有人误会，也没什么好误会的。总之，我一定会搬走的。那违约金呢？没有拿到，我是不会放你走的。你放心，违约金我1分钱都不会少给你的。果然是你，一直都是你。一会儿要注意沟通。到这儿了啊！哎，阿丽这边请。
啊，发好了啊。家务哥，你对我说话干嘛要用请啊？这是我们行业的礼仪规定嘛，你又是我的客户，对不对？可是这样好奇怪啊！有什么奇怪的？我这叫专业。走。哎，我去那边一定要注意整体。不好意思啊，摄影大哥你好，今天呢要拍的呢是我们黑熊队的前锋阿力。这个轮廓光要明显啊，前面再加一点眼轮廓。不好意思啊，摄影大哥你好，一定别把。今天要拍的主角在这儿呢。化妆了吗？没听懂老师讲的吗？赶快去化妆，不然怎么拍啊？是，那个我想请问一下，化妆间在哪儿？你问我啊？自己去找化妆师啊？怎么了？第一次来是不是？哎，是。走了，化妆间在这边啊。你干嘛呢？态度也太差了吧！他现在是当红摄影师，我们照着拍就行了。你干嘛受这种气呢？阿丽，你这样我很难做的，这是我的工作，知道吗？走吧，化妆去，走。你看看，线条跟用色已经达到80%像了。80%啊？要加强的是笔触，像这个地方，下笔强烈度不够。不好意思，我比较挑剔一些。不会，要做就要做最好。还有这个地方，你能让它突出一点，让人一眼就看得出来吗？但是，如果这样的话，这个地方就会变成这幅画的焦点，跟一开始隐藏起来的感觉就不太一样了。这点就麻烦你了。我是在模仿的时候才发现这个桃子。你这么在意这幅画，是不是因为这个桃子跟你有关？这幅画还有几天才能完成？再给我2天的时间吧。好。张应天，你只有2天时间了。好，可以了。好，谢谢。不客气。哇，酷啊！酷吧？太棒了，走走。你不觉得这套服装怪怪的吗？对啊，这套服装有问题啊，怎么跟我们沟通的时候不一样啊？有吗？有吗？我们不是讲好穿黑西装带领结，再配皮鞋吗？哎呀，不好意思啊，我给搞混了，不好意思啊。搞混了？那现在要怎样？让我们大师等是不是？我现在回去拿，很快回来。我告诉你们，我们安排的时间只给你们2个小时，要是来不及，你们自己看着办。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啊，我马上回来。怎么这样？他一个摄影助理而已，这么凶啊？也是我不对啊，跟人家说对不起。干嘛呀？我现在回去拿，很快回来啊。啊！你怎么？你拿错了，是这套。快去给阿丽换。我去找阿丽，谢谢啊。哦，好漂亮啊！长得太漂亮了，很有气质啊。你们在干嘛？你们在开会吗？陈妍姐 ，TYF 的经纪人兼未婚妻陈丽琪来了，而且现在在跟总监 PK 中啊。是他。哎，而且他们开会之前啊，那个经纪人就出现了。就这样，钟总监你好，
我是 TYF 的经纪人陈丽琪 Liz Chen， 有重要的事情跟你说明一下，很严肃。他说起话来的时候，感觉虽然没有什么情绪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有一股气势。哎，对不对？奇怪 ，TYF 老师不是已经违约出走了吗？他还要来谈什么？哎，难道你们不觉得他的服装跟一凡有点像啊？有，可是不像一凡有一股拜金味。哎，连你也有资格批评我的穿着吗？我说你这个人哈，没事，好了，坐吧。那这些礼物，哦，那个丽思钱拿来的，说是从纽约来的小点心。有礼物，就是来道歉的了。人家都专程来道歉了，那就代表 TYF 老师不会再回来喽。我不想让雨霏在业界留下违约的记录，意思是我会保证她的画继续在康纳展出，一切照原定计划。你确定？ Sure。站在商业的立场上，这当然很好。可是，身为雨霏的朋友，我不会这样做。我也劝你，不要擅自为雨霏做决定。好，可以了。好，谢谢。谢谢啊。来，我看看。哇，帅啊！走。啊，刚才不好意思啊，让大家久等了。赶快去，大师在等了。下次不会了，下不为例啊。对不起。不好意思啊。哎，你知道刚刚那个人是邱家武吗？邱什么？邱家武啊，就那个篮球明星啊。不过他现在好像已经退役了。是啊。嗯，难怪那么眼熟。哎，不过他看起来有点笨呢。嗯，是挺笨的。完全在状况外。对呀，就跟他的样子有点不搭，你不觉得吗？对啊，本来我觉得他应该还挺聪明的，没想到那么笨。是啊，他这情商还能做这个？我看他在这一行啊，撑不久。我觉得也是。你都不知道，刚刚大师已经被气得要疯了，你知道吗？是吗？我就是不想跟他说而已。我看啊，他在这行干不久。上次我看到一个明星跟他一样。不好意思啊，刚才大师说要补一下妆，赶快补吧。我马上去啊。来看我这边，好，笑一下。来，把车扶好，扶好。对，OK， 不错，很好，很好，继续，好，保持一下啊。怎么了？没有，你不觉得阿丽今天这样特别帅吗？嗯，我们一定要好好营销他。我相信你可以的，一定可以的。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陈丽琪小姐接受我们完美艺术的栏目专访。丽琪小姐你好。你好，主持人。艺术圈很多人都说没有Liz Chen就没有享誉国际的 TYF， 请问丽琪小姐，你是如何打造当今艺坛的明日之星的呢？主持人您过奖了。其实艺术经纪人就是给艺术家最好的舞台。那当你作品本身的能量或是感受不足的话，再厉害的营销手法都没有用。哇 TYF 的经纪人真的不简单哦。看起来还真有两把刷子。不过我听说，自从 TYF 打响知名度之后，丽琪小姐也收到了非常多的邀约哦。那其中呢，也包含了几位纽约非常知名的雕塑大师，也都表明想要跟你合作，这是真的吗？
这几年是有收到一些大师的抬爱，不过我没有考虑。啊？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和 TYF 不仅仅是艺术家和经纪人的关系。哦，我好像闻到了一股绯闻的味道。我说的是革命情感。这些年市场上有些评论说 TYF 的情势只是昙花一现，我个人认为这是没有远见的评论，因为在未来你们一定会看到 TYF 的真正价值的。哇，这个陈立奇呢，肯定是个大金主，从他的经历跟打扮看来，8成就是豪门富家千金。豪门富家千金，而且啊，他跟这个 TYF 老师的关系一定很深。李晨英呐，你跟 TYF 老师这么熟，怎么他有未婚妻你竟然不知道啊？如果不知道的话，看看吧。看什么？我看看，未婚妻。哦，他们2个手上戴一样的对戒。哇，真的假的？天哪！哇，各位康纳的同仁，这些糕点是宇飞的经纪人带来给大家品尝的，谢谢大家平常对宇飞的照顾。这个呢是纽约米其林3星餐厅 John George 的糕点，大家趁新鲜享用。那我先拿去切了。陈英，晚上我去找你，我们聊聊。那我先走了，谢谢。今天表现很好，真的吗？厂商赞不绝口啊。我以为今天会把我打扮得超帅。之后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问家武，他之前代言过。家武哥，怎么了？一起进去啊！兄弟们看到你一定很开心。不了，公司还有好多事呢，我怕一会儿进去待太久。这样啊，那赶快进去换衣服吧，大家在等你练球呢。那好办，家武哥，可山，先走了，拜拜，拜拜，加油啊！家武，家武，今天的事情别放心上，大家都难免会忘记东西的嘛。不是这件事，我在想，我真的有用心在做事情吗？慢慢来嘛，慢慢学习，一定会有进步的。我昨天还去跟陈英说，我现在表现得非常好。我这是在骗谁呢？你骗谁都好，你自己要对自己有信心。我拜托你了，能不能不要帮我了？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我绝对不会丢下你的。你这样能帮我一辈子吗？你有没有想过你自己？你不要把所有的重心都放在我身上。怎么了？我又说错什么了吗？你为什么就不能理解我对你的付出呢？这么多年来，我对你付出的感情，你难道都感受不到吗？不说了，回公司吧。虽然是欧阳红老师的资历非常资深，不过这一次的展览跟以往非常不同，会展出一些老师没有展出过的作品，也会展出一些老师的雕塑品。
所以我给这次的展览起名叫做“超越”，也就是说，老师在不同的时期对自己创作的挑战跟跨越。展览的风格也跟以往有很多的不同，我会选择极简的风格。我还是没有听到重点，到底是超越了什么？受众真的可以了解艺术家想要传达的东西吗？总监，这一部分我还在做计划当中，所以就是还没有准备好了。如果不是最佳方案，你根本不应该提出来，你就是在浪费我的时间。我说过了，我只会给你一次机会，如果你没有把握的话，我们大可以把这个计划暂停。不用，我有把握。总监，如果陈妍一个人无法完成工作，那我很乐意帮忙。不用了，我自己可以。好，一凡，你来协助李晨英好了。是的，总监。总监，我当然知道你们两个人不和，可是这是公司的事情，不是你们两个人的事。如果没有办法与同事相处的话，那大可以离开公司就好了。一凡现在在办双人联展，我相信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，可以协助李晨英找到他的盲点。这对公司来说是再好不过的事。哎，加我。陈妍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知道你回家肯定路过这儿，就在这儿等你。怎么不先打给我呢？也没什么重要的事情。你都过来了，还说没有事啊？说吧。快说吧。好，就是我想问你一件事儿。你觉得可山对我是什么样的感情啊？你笑什么？我一直以为你知道，可是我没有想到，到现在你还在问这个问题。我知道什么？那我问你啊，一直以来对你最好的人是谁啊？当然是你了。那不一样，因为之前我们是男女朋友嘛。你有考虑过可山对你的付出吗？付出？爱呢，有很多种形式，不求回报的才是最伟大的。说实话，我以前经常看到你们那么亲密，我都会吃醋。哎呦，你轻点儿，我又不是搓衣板，这么用力干嘛呀？就该让你跪搓衣板，不然你永远都不知道分寸。邱先生，你还记得自己在伤病名单吗？你这球还要不要打了？我就知道你来了要这么啰嗦，还嫌我啰嗦是吧？自己擦。好了，不敢了，不敢了。那你吃什么醋啊？好吧，那我就说的再直白一点。其实，一直以来对你最好的人不是我，而是可山。他对你的付出是完全不求回报的。原来他对我的付出是在成全我。谢谢，我走了。